若安颱風動量及發展記者會2026年1月17日熱帶氣旋路線圖。若安而家係熱帶風暴，中心持續風力為85公里每小時風速，預佢係會在菲律賓以東海域徘徊啦，強度會在菲律賓以東海域徘徊，跟住佢會逐漸減弱，並往東北西南方向移動啦。若安颱風現時為 TS， 中心風力為85公里每小時風速，氣壓為998帕斯卡，中心風力為85公里每小時風速。未來動向菲律賓以東海域徘徊啦，強度變化保持 ST 強度。張哲三天文台對熱帶風暴若安預測，在正午12時，熱帶風暴若安集結馬尼拉之東約450公里，向西北移動至約10公里，在菲律賓以東海域徘徊。張哲四預測，同樣佢都顯示若安係會維持熱帶風暴啊，強度為熱帶風暴85公里每小時風速。同樣預測若安颱風會在菲律賓以東海域徘徊。首先佢係向地東北，然後隨後向西南方向移動啦。張哲五若安颱風海水溫度啊，若安颱風現時強度為 SC 啊，路徑在菲律賓以東海域徘徊啊，強度變化保持 SC， 中心風力而家顯示若安颱風呢個部分出現強風呢，強風圈呢，佢中心出現強風圈，呢半句係出現強風圈，強風圈呢。若安颱風對菲律賓的影響及災害，而家唔顯菲律賓嗰邊佢預測若安對菲律賓中部啊及中南部一帶係會帶來災情，降雨可能在180至240毫米雨量呢。警告信號，菲律賓以東海域發出強風警報啊！地區菲律賓發出全國性洪水預警極端警報啊！地區菲律賓大雨警告啊！澤成預報若安颱風都顯示佢向東北，然後轉為
西北再轉向東北移動呢 ，S 啊，85公里每小時風速啊。同樣預測若安颱風會在菲律賓以東海域徘徊啊。圓呢？